了解有私立高中甲学生大学分科测验的考试科目报唔对，大考中心表示讲为着公平无度改。大雨落袂停，屏东山区有车路地基漏了，往小琉球的交通全无轨，高雄山区真侪所在拢有土石连落来溪水涨起哩。今年汉光演习头一届进入城市做演练，今年韩川专联超市合作，布起防空警报，甲民众疏开，提升全民防卫论性。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大学入学的分科测验，明仔载就开始考试啊。不过标题呢，说是有一间私立高中有23名学生透过学校集体报名，这学校呢说甲因的考试科目报唔对，学校已经承认错误。虽然这学校和家长是有向这大考中心拜托，希望有这补救的方式。不过大考中心是强调讲，已经有公告这修正的时间，学校拢无来做修正，也考虑到公平。这部分就无度改啊。透过学校集体报名分科测验，所防报唔到要考的科目，各位直到考试前3天才知。了解这间私立高中尴尬的学生转达当事学生的心情。他们原本准备很久，结果发现没办法考他们擅长的那一科，每个人都睡不着。23个要报分科的学生，有3类自然组学生是无报到生物，有社会组的学生是无报名到历史还是数语，哪会安尼？学校承认是行政流程闹到去，感觉真歹势嘛，真遗憾。是把去年的资料先交出来，整理好，然后贴到新表单去，所以没有发现新表单的科目顺序跟旧表单的科目顺序是不一样的。学校教育处和当地民代拢恳求大考中心和各教师，让囡仔去考试的机会。但是大考中心表示讲，考试的简章已经写得真清楚，而且提供真侪摆补证的时间。但是学校拢无伫规定时间内提出修正，顾到其他3.9万学生的公平性，嘛是要照简章规定办理。教育部主委林碧桥表示讲，到底要考试啊，任何变动拢会影响到考试的公平。学生委托学校直报，嘛有一定的责任。有好多个这个确认点，那这些确认点上面，在学校在7月8号来反映之前都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声音出来，所以表示可能各个确认点上，包括同学跟学校这边都没有发现。教育部讲，因为这是重大疏失，后边一定会有处理。苗栗县教育处讲，目前上重要的是稳定囡仔的心情，而且做刷落来升学的辅导。希望能够把握住目前就是能够掌握的一些科目。不要受到这些事件的一个影响，发挥好自己的实力。升学辅导专家讲，23个考生若是坚决要去读上好的学校、上热门的校系，只好明年再过来。但是今年社会组分发914个系组，494个系组无采计历史，嘛是有要500个选择会当选，无采数语的有723个系组，自然组分发857个系组，646个无采生物。伫会当写100个志愿的状况之下，有兴趣无一定爱去的校系应该袂算是伤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屏东大雨是落袂停，交通也出问题啊。其中这屏东布袋乡的大埔村有车路地基漏了，但有100人掉咧步路。那小琉球的交通船因为这风影伤过大，7日下晡全部停驶。另外，高雄山区有真侪所在，这石头连落来溪水涨起哩，而且这交通断期进行。主管机关也呼吁讲，民众唔通去山区，避免发生危险。小琉球的交通船当要驶出港，不过大雁一船接一船爬过来，互规只船海悬海低，船顶的旅客也对咧哀哀叫。7日下晡，屏东东流线的交通船因为风景伤大，海面上有侪水流查，为了安全设想，下晡3点过后的船班全部取消。山上冲下来的漂流木还有一些漂流物、杂物等都很多，那水流也很湍急。这个也是造成我们在航道上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因为山区雨落未煞，7日中昼雾台雨水量已经破570毫米，伫阿里部路甲大埔部路拢有路断去，其中大埔村唯一的连外道路雾台2号变道，用来做地基的暗坑去互大水冲断了。目前有上100人受困，船长第一时间也先向外界报平安，目前人拢真安全，船流也暂时无问题，感谢各界关心。我们的2位重大伤患者。我们是用接驳的方式，然后让青年下山先去替他领药，目前都已经稳定了。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的关心。高雄的山区也因为雨水量拢超过300毫米，下晡已经有92条土石流的红色警戒。民北科鲁桥也因为土石一直连落，目前公路局是派怪手伫现场过，只要雨有浪碰就随处理。你包括布林、桃园、南马社拢有小范围的土石崩坪阻碍交通。另外，老龙溪溪水不量引起来第23路边，公路局也紧急封路。整个道路都要开始溃堤了，所以是要小心。山区串流的溪水也做一摆赶落来到平地，伫阿莲田寮嘛有溪水不量，强要淹过桥面。乌来分桥也紧急封桥，等待水体确认安全了后，才会开放通行。记者柯家族柯明哲、邱朝阳、高雄屏东综合报道。今仔日是风台过后开放第5天，也是有3万外户无电，台电也甲民众会实的。因为这风台过后雨水真大，亲像台南麻豆、嘉义、七股一寡所在拢伫咧淹水。现在讲到这麻豆的文旦优势拢落了了，市政府也有统计，这届台南呢有7600外户厝地受损。下晡也宣布这灾害救助办法。那准这真家厝损害到袂当住人，一个人会当申请2万块，一户上侪1010万。这个叫做柚子地毯。七十阁拄到低压大甲西南风，麻豆区的雨不遮大，部分区域水淹甲大人的骹肚悬，文旦嘛，互积水冲去流甲规世界，车一个经过拢一直搞着。请人豆豆啊捡出来，捡出来路面，啊，咱的清洁队佮咱的国军会来赶到3工安尼啊，系啊。今年就等于拢白做工啦。系啊，今年拢无收啊。收超有3万斤，啊3万斤进，超剩0.05成啊，损失哦差不多9成外啦。同款灾情严重的七股区嘛积水，拄到电楼再去大潭里，虽然穿好抽水机，嘛穿好沙包甲冻水棒，水嘛是捌淹甲大人的骹肚悬。风台过了后，佫拄到积水，民众真无奈。水已经进去了，只是说不要让铁门再吹坏啊。客家区是甲七十已经停电第5天，早起伫路的还佫会当看到倒伫头个电火条啊。啊，你也看啦，阮的门口住了啦。好。台电为了拼抢修，伫嘉义新稳一天内为无够有才33支临时电火条啊！台南区段嘛是无够防护伫维修，大电人出勤，希望用上紧的速度修复。到下晡4点前，台南停电户数降到35000户以下，也对这个停电造成的困扰回息的。跟我们目前还在停电的这个住户呢，表达歉意哈。自己设定的一个目标，就是在明天深夜能够恢复大部分的这个电力。这届风台，台南真侪厝顶拢赔了了，也有民代呼吁各界关篷布，互民众热厝顶。因为全台南7600外户的厝顶毁损，将近1800户厝顶拢歹去，拢总21个行政区拢有这种情形。尤其咸水北河顶6个行政区，其中7个的厝顶毁损户数上济。昨天早上看到，规个厝顶拢喷去啊。台南市嘛伫70宣布灾害救助办法，因为风台地区死亡也是重伤，会当申请20万到10万块。灾损的厝无法度大，每人2万块，每一户上济10万。主体淹水超过50公分以上有基弹事实，每一户15000，一定为7月开始受理到8月15，会当向各地区公所申请。记者采访报道。落大雨是落几日天，这南投山区也开始水崩山，其中水里甲信义乡甲界的宝甲林溪，连外道路拢是这水这落寒霾，加在昨呢已经甲这村民预防性撤离。另外苗栗头份的山区昨夜石头连落来，民众是无法度出入，消防人员也赶紧去研究。来讲到这云林高溪的山区，可能会有水崩山的溪流，13条内面有12条已经达到着黄色警戒了。规大片透明膏啊，甲路拢扛去，都连怪手嘛掉喺内底袂震动。南投水里上安川加信义乡面德川甲界的宝甲林溪，本来当日进行整理工程，却因为连续落大雨，发生土石流。整整5个小时，但我们的效果仍然没办法快过我们的土石流。那现在目前土石流正在还是在流。当地船长是讲，居民已经伫找到预防线撤离，目前无民众掉伫内底。不过发生土石流也引起民众惊吓。船长呼吁居民暂时唔通返厝，避免危险。公所也加派机具清理。另外，伫民间乡找到因为落大雨，造成真侪所在淹水，代替直接支线嘛，因为安尼停开，车闸大水消退，再搁通车。不过民间通往二水的到152线弯入路，也是因为土石流伤过严重，目前也搁咧清除。
大水沟要经过这个铁路的时候，它冲出来的水然后从我们台山县麦当劳这边这样流下来，造成昨天这边呢大概影响了大概60-70户的这些居民呢。另外，苗栗菜狗也有一个性病民众，因为烦恼家己的农地，大雨中阁开车去永和线，不过离开时阵雨落来就头挡路，因为安尼报案，请向人员协助。表示说，因行车路途上有落石坍落，担心被击中，所以暂时停在路边。但是云林古坑也因为连续几天落大雨影响，地势山区13条土石流危险溪流，有12条已经达到土石流黄色警戒，当地居民心境拢变正暗。那有可能到半夜会公发布那个红色警戒嘛？那红色警戒已经是要强制撤离，但是到晚上是没办法撤离的。古坑乡公所是讲，为了提早因应，伫初九暗进前就进行预防性撤离。即马虽然雨较温和，不过山区也是有土石流的可能性，会持续监测各溪流的状况，也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东这南回公路对太麻里到达真乡，包括着大溪上武南京顶路段，毋是淹水就是水崩山。这上武村阁因为这溪水涨起来，住户掉伫内面。消防员官接到通报了后，先甲6户总共9个人疏开。但讲到南市呢，也受到这大水河影响，环岛公路也拢出现水崩山的迹象。哇，水位溢满了。请驶入船路面全部拢淹水，路面是真危险，甚至未少的所在车无法度行。真侪消防人员无奈来撩水，希望较早撤离居民。命较重要，咱先去安全的所在。可劝居民离开，因为居民的门口口拢是水，灌入的面体为客厅到灶骹拢是土水，就惊继续大落去会有安全的问题。台东路大雨，尤其大埔地区落大水后，造成溪水暴涨，溢出道路，引起淹水的灾情。消防接到通报，上武村有居民受困，70特别中道派人到场救援，疏散撤离，有6户9人。暗过住户不满，家电泡水损坏，各种问题指向水沟啊，拢无清。大排水沟真的要清啊，没有清还是明年还是会淹死。有一些民众还是不太愿意离开啦，就经由我们劝说，有几位民众愿意跟我们一起到那个撤离至活动中心。彰化南回公路要灾情，地方溪桥边和溪水淹过，大溪路段是有土石占路，上武路段佫出现积水，有半个车轮管影响交通。不能不送，菜隔夜就会烂了。南回沿线为太麻里到大真乡真侪所在拢有灾情，台东县长赵庆玲去发生土石塌南平路段勘灾。因为你清了，它就是要下来。另外，伫离岛南市的环岛公路，伫风台过境的时阵，已经互土石流引起这么大雨却受灾。渔人往机场的方向是中断，是因为有土石流。台东的灾情真侪，相关单位咧积极清修、投入复原。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这风台已经走啊，不过中部地区也出现这因地性的灾害，亲像这彰化田中的洪门圳爆花放弃有17比遐长，目前全台湾的农业损失已经来到21亿了。总统赖清德今日也亲身去到云林了解这番麦和菜色受损的情形，地方市呼吁讲，就要专品行免现场勘查救助。当机构把这钢棒条一支一支拍入去河道内面，要来紧急吞这破损的河段。彰化县连续几天落大雨，田中镇洪门圳的爆花达到大约17公尺，大水对破损的所在冲落来，500公顷的农地变作海。70农水署入去抢修，按算1礼拜来修复。这些农地因为水面它全部都是蔓延到我们的农田来所以这样子会造成我们的农田的损害会蛮严重的。那个3种排水排到我们的灌溉渠道里面然后造成我们的渠道老旧的渠道的一些破损，然后目前在积极做抢修。但那是风台重创中南部，行政院到70统计，全台的农损失到21亿，其中以嘉义县、台南市和云林县较严重。总统赖清德70去云林县的元中乡和二仑乡勘灾，了解番麦和地基菜色受损的状况。2天淹2摆，损失超过起码6成7成。中央补助有较费气，是不是会使讲免勘灾？1摆到位无？
云林县的所有农业损失已经超过3亿2000多万了哈，那也超过51种品项哈，所以这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尽速让我们农民复耕了哈，所以也能够希望要求全品项免现刊哈。张立生认为讲，婚姻官不管是气象参数、农村金额，还是救助品项到51项，拢到全品项免现刊的救助标准，不满是安怎农业部敢若列入嘉义和台南。总统罗清德强调讲，团结救灾无分党派，而且农业部做专家会议才讨论，以客观的数据来判断。用客观的数据，然后根据政府的法律规矩来进行，绝对不能够有党派的考量。台中市初10雨虽然有较停啊，但是台里运动公园地下停车场所传出淹水的灾情，水淹上悬有半个人遐尼悬，民众较紧来刷车。对这市府停管处是持续抽水，刷落来嘛会厘清排水管线的问题，嘛会提供车损的保险理赔。记者综合报道。今早起9点外，国道3号路南308公里的所在，有一台箱仔车冰车，可能是你去弄到这长期的树啊，而且落雨天真骨才会来冰车的。这台车呢是有载嘉义县中和国中棒球队的教练和学生，总共有8人受伤。根据了解呢，这台车是教练赛车载7个学生对嘉义出发要去到台东参加比赛，经过国道3号台南路段时阵，就可能是这树啊长期落伫咧高速公路背负险接弄起哩，加上这是落雨天路正骨才会来冰车。教练和学生爬出车外等待救援，其中4个较严重的学生送去柳营基皮病院，其中1个已经出院。事故发生了后，也通知家长，教育局也讲会全面来协助。同款是台南这7股的配线器材工厂 KSS 第5厂区，半暝3点的时阵发生火灾，一直到早起11点外才控制火势。主要原因是因为讲伊的厂区是烧接无架开的防火设备，才一直烧过去。虽然是无人伤亡，不过内面的火拢烧了了，这算是真歹估计。民众行过去，看到眼前的大火，惊到唔知影要安怎。伫台南7股独家里的塑大工厂，伫初10半暝3点，厂房是全面着火。消防局派25车49个人过去拍火，但是火势伤猛，搁加派消防机器人、无人机、水库车和重机具去现场支援。拍火4点外钟才控制火势，虽然无人员的伤亡，但造成火势一小都无法度收煞的主要原因，就是无设置防火区隔。附带的原料、成品、半成品，整个厂房全部都是堆积这一些东西，然后，它1500坪都是联动的啦，所以它在燃烧的时候会燃烧得很快。部分的下雨是对我们抢救人员是比较有利的。初步调查，导火点是伫咧配线的大厂凯士斯的第5厂，主要生产塑大。现场是1楼挑动的铁皮建筑，初步小区的面积大约是4500平方公尺。凯士斯是1969年创立，坚持台湾制造，敢若伫咧台湾设厂。毋但是台湾和亚洲领先的线缆管理品牌，国排名全球前3名，产品行销超过128个国家。这摆台南第5厂的大火，环保局讲，针对火灾产生的粒仔型的污染物，已经做采样检测，后壁就等火调报告。若是发现违反空污法则环保法令，就会依法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当车头附近的餐厅昨暗加速爆炸，有一个工人规身躯是45趴的小烫伤，因为这爆炸原因搁等咧调查。人生先离开。桃园车站上款大东路顶礼拜3暗时传出爆炸声，发生起爆的是这间永盛糖品店，现场有真大白烟冲出店外，店内物件拢飞甲四散，过路的人拢踹一个。那时候已经打烊了，是里面在施工还干嘛不晓得，就只听到砰的一声很大声，里面就是气爆，整个玻璃橱窗的玻璃都弹飞出来。起爆现场，一个21岁姓简的工人，规身躯45%的烧烫伤，双脚拢焦毁，不过也知人紧急送医救治。警方嘛封锁周边的道路，佮疏散民众。火势消防人员到位3分钟后，就得到控制。11点06分就完全拍花，村内的火星伫11点14分处理完，初步估计现场损失5000块。同仁立即赶赴现场，封锁周边道路，并通报消防人员进行救灾。将伤者协助送医。救灾人员到达现场，
随即部署水线进行抢救。那火势在11:06熄灭。初步了解，这间餐厅是趁休困了后装修内部，好情形是双方工人时间无适宜，因部细管压缩造成起爆。详细导火原因也由台火调人员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有一间幼稚园传出内面的职员会大力甲囡仔扭，甚至甲3岁囡仔伫咧涂骹摊，还佫用这衫来甲因砍头，囡仔是惊甲无爱上课。机关初步掌握上无有3个囡仔受安尼对待，代志爆出来了后呢，幼稚园赶紧甲人开除，即马教育局也介入调查咯。有囡仔要坐落，老师却雄雄甲伊拖走，害囡仔转倒坐，甚至佫甲囡仔衫揪起来砍头，技术砍布地行为。这个穿甲嘛识衫的技术老师的人，其实是高雄这间幼儿园的职员。议员车到接到家长订正，讲这个洗出来的查某职员用粗残的做法来对待3岁囡仔。家长讲，伊是发现囡仔这1、2个月雄雄开始拒绝去学校上课，才发现代志无对当。但是这几个月来，他就是半夜都会做噩梦，然后都会哭闹，然后就很反常的，就是一直坚持他不要上学，而且甚至跟他说要上学，还是崩溃的情形。那我们就觉得不太对劲，之后才回去看监视器的画面。老师其实他并不是真正具有教保人员资格的一个教师，他还是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个职员而已哦。那进行这一项这个管教的这个行为，我们就请教育局一定要彻查这个园方是不是知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包括大力揪囡仔，甲囡仔当作暴露拖伫涂骹行。议员讲，这个职员3月份才告捷，初步掌握至少有3个囡仔受到这款粗残的对待。代志曝光了后，园方随将人开除。对此教育局讲，已经启动调查，那真正查证是事实，这个职员上悬会当罚60万。这世人袂当去幼儿园食头路。我们如果有看到这个事情，我们一定会立刻制止，不会让它真正发生。那该名成员也已经被解聘了，最高可处1到4年。甚至终身不得再任职幼儿园，园方将依情节面临减招、停招、停办或废止设立许可等处分。教育局表示，已经调阅家长提供的监视画面，要求园方爱将影片的资料补齐，后续会调开审查小组，同时建议成立专案小组进一步调查。记者柯家族副朝阳高永昌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是搁在公布各个国家的关税税率，这届巴西是 Q50%，是目前上届悬的。还因为台湾也未互公布，各界是拢真关心。行政院就表示讲，台湾和美国当咧季节后一轮的实体谈判，到时阵会甲大家报告。那行政院呢是用正面乐观来看待关税。Formula was a formula based on common sense, based on deficits, based on how we've been treated.Over the years, and based on raw numbers. 美国总统川普佮宣布第2波关税有8个名单，同时对外解释有关新关税上的方式。不过台湾无伫内底，也引起各界讨论，关税谈判是毋是有好的结果呢？双方也是积极的在磋商跟沟通。那么刚刚也提到，就是正在洽约下一次实体谈判的时间，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正面乐观在看待。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台美谈判细节看起双方共识，应甲大家说明时阵会适时说明。上新公布的关税名单内底，菲律宾为17%有关到20%，巴西为10%及困头有关到50%，加做目前关税相关的国家。上总理事长柯楚波表示，那台湾投资的环境因为关税甲汇率的影响变歹，可能会引起产业拢刷出去。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在农业谈判那一块，农业谈判那一块啊，第一个要保障台湾的所有的农民，那第二个要保障所有的民众的健康跟安全、食安的问题，这是我们比较关切的。放下台美关税谈判，两大问题包含开放美国农产品加17.5%的进口汽车关税，传出美方要求汽车关税应一摆降到2.5%，或者是完全归零，引起国内汽车制造业烦恼。目前的生意都非常的惨淡，消费者都是在观望的心态。如果有机会的话，美国应该跟我们的政府赶快来谈成，让消费者有一个心里有个底，那就能够让我们的市场恢复正常。
管税和投资市场充满无确定性，七十大股震动走悬，收跌22693点起166点，并代表换美金19.100块，开出收跌19.24块，变19分。小第二季新台票欠元影响，公学囝头抢大力讲的第二季财富，汇兑损失高达42.2亿。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当日处理行政院会通过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有风声讲这国民党要来调整版本，除了支持4100亿，搁再来增加到普发现金100块所需要的2300亿，上期明仔载呢会伫咧立法院来通过。不过呢，这行政院就表示讲，若准另外爱增加2300亿，就爱增加国家的制度，而且有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另外，南北立委拢反对半部台电1000亿，也希望国土安全论性的1500亿，就爱另外编预算。讲安尼先做呢，就空间来普发现金嘛。因应美国对电关税，行政院会4月底通过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立法院当地处理，传出国民党按算调整版本，除了支持行政院提出的4100亿，国家普发全民现金1万所需要2300亿，上近20亿立法院会通过，不过行政院回应，若是另外搁增加2300亿。可能政府爱负责，透过举债来普发现金的话，会对政府的财政造成更大的困难。那么也有可能，如果大量举债的话，可能会造成通膨等等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立法院真的需要审慎评估。发现金的话，这个还要举债，相关的行政单位找各党团，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认为两个切开来处理，优先处理已经有共识的4100亿。4100亿包含半部台电1000亿，也加1500亿国土安全论性。不过南北拢反对半部台电，嘛话绝对支持强化国土论性。不过希望会当另外编的预算，安尼就会当普发现金。韧性那一部分啊，1500亿啊，我支持。但是呢，它可以编特别预算，这2块挪出来，我们的这个普发现金1万。那就有了，普发6000块钱，然后不拨补台电的这个1000亿，另外把1500亿的安全韧性这个计划回到年度预算，根本就不需要举债。行政院表示，台电在落雨战争期间配合政府的政策，造成超过4000亿累积亏损，希望半部1000亿的资金稳健台电的财务体制，也加稳定电价。4100亿特别条例加普发现金，又搁会伫立法院引起攻防。记者综合报道。汉光41号演习来到第2天，这陆海空三军动员，空军演练这战略保存。新竹空军基地返上2000飞往花莲，花莲的 F-16战机是从飞弹转场到嘉山基地。海军的安江南、塔江南伫到花莲港防卫东部海峡。陆军的269旅呢是演练守护桃园机场。讲到咱甲美国买的 M1A2T 战车呢，今仔是头一届公开射击训练，总统赖清德也要亲身去视察。飞电机引擎的车划过天顶，空军2连队的返上2000快速升空。汉光41号演习来到第2天，轮到空军演练分散部署，返上2000一透早就对新竹飞去花莲。花莲5连队的 F-16V 是紧甲飞弹挂起嚟，模拟基地互中国军机攻击。F-16V 专机队快速转场到嘉山基地做战略的保存。针对中国军队正接袭扰台湾东部的海峡，中国军舰辽宁号今年5月才出现伫咱东部的外海，国军看作是演习的重点之一。安江南、塔江南，互看到进驻花莲港，提升东部的制海战略。另外，陆军269旅是出动 CN-11战车和 CN-22迫炮，防范中国军队对桃园机场实施空击攻，部队随开始备战操演来守护国门。台中的工兵部队是发挥军民整合，把所在设施放伫货柜，再运到组织的位。离岛的金风部是设抓北型的铁丝网，更将为演练车路的组织，演伫中国军队进犯的tempo。陆海空三军为了汉光演习拢动起来，所落来嘛有新战略加入。M1A2T 红叫做是代表上强的战车，国军向美国买108台，第一批38台到台湾做半年的化妆训练，车集是第一摆公开实弹射击。
时速上悬会当到69公里。M1 A2T 大展伊正悬的机动性，走正紧了后射击，重点是4台战车做伙开炮，拍到中国军队战车的标靶，19发拢总拍到。总统罗清德亲身视导关岛肯定，不管是打击能力，或者是机动性，都非常的强大，无怪乎 M1 A2T 战车会被誉为地表上战力最强的战车。M1 A2T 战车号称地表最强战车，与国军现役的勇虎战车 N60A3 战车相比，不论是在机体的性能以及火力上，都有了飞跃式的进步，力拼下半年成军。它在列歼系统的部分，它是透过车长一个独立的热源成像仪，在整个接战过程中，不断的发现、寻找目标，然后提供射手实施射击。M1 A2T 战车目前在国内各项主要道路行驶是没有问题。M1 A2T 是陆军5万正侪档的下世代战力，分别是新竹湖口584里、那靠269里来进行换装，未来投入北台湾的反定力作战，要来协助中国军队的进犯。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汉光演习拢总有10天9暝，是有史以来时间上介长的演习。今仔日是演习的第2天，这回也是头一届进入城市做演练。内政部和专联超市合作，伫咧北中南3个门市，无记者防空警报，甲民众疏开避难，互民众学习伫咧日常当中的环境来做应变，提升全面的防卫韧性。警报咧，台湾超市关港，赶紧甲民众疏散到地下室，大家双手摸头，乖乖配合。先生，我身体很不舒服，快不能呼吸了。中途有某几民众受到车惊，心脏熊熊无力，叫无救护车，消防人员伫电话中甲员工要安怎救人。这是汉光演习第2天，和过去无同的是，过去演习拢是伫咧山坡塞电车，这届是第1届刷到辖区来演练。战争又不是只发生在海边，对不对？那市中心大家要有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想法的。尽量宣导了，大家不要不当一回事，就是有一个观念。事情发生了，顾好自己。内政部表示，这届选择超市是为着要让民众伫生活场合中着防灾意识。超市是真侪人买物资的所在，加上专联有真侪地下室，地下室就是炸弹来的时阵上安全、上好味的所在。这次我们在北中南各有3家门市来做这样的一个演练哦。那特别是在北部地区有防空地下室的这个门市的话，都还蛮适合做这方面的一个演练。我们目前都是以企业自主来参与为主哈。那政府我们在协助的部分就是说，如果我们所有想要参与的企业想要知道这整个演练的流程怎么来安排，那以及它后续的一些教育训练应该要怎么来进行，那这都是我们可以来支援的。内政部表示，伫咧发生紧急事故的时阵，政府和业者讲好，台湾各大超市拢会配合政府提供物资、防灾等等的资源。今年汉光演习拢总10天9暝，是历史上时间上长的演习。国防部强调会继续整合官方和民间的力量，来提高全体社会防卫韧性。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但那是风台过后，各地头因为这风雨出现真侪灾情。不过这气象署也提醒讲，受到这低压带影响，加上透西南风，今仔日中南部和东南部雨会落真大。另外，这2天因为大楼沿海或者是地势较低所在，可能会淹水，请民众要特别注意。风台过了后，各地天气又是无稳定。气象署指出，拜时受到低压带影响，加上透西南风，亲像中南部甲东南部较有上大雨，也是比大水雨搁较大的雨水量。其中屏东、台东也有高雄山区雨水是特别高。气象署表示，各地头伫咧拜4暗8点以后，雨水较会转好。不过拜5早起同款透西南风，中南部也是真够上雨。那整体来说，就是未来其实在中南部，在24小时内，其实降雨上还是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热区。那最后就是提醒大家，在今天的一个各地天气还是相对的不稳定的，其中在南部跟台东，就是要慎防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发生。在中部其实也会有豪雨、大雨的一个发生几率。气象署针对中华以南到台东的县市，各有外岛、偏湖和金门，拢有发布大雨还是大水后特报，嘛表示会随时监测各地的雨水量来调整特报的范围。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因为拜4、拜5这2天拄当大楼，
所以讲海水的水位会涨较悬，沿海也是地势较低所在，有可能开淹水。在大潮期间，今明2天是比较大潮期间哦。满潮的时候，水位也是比较容易偏高，比较不容易有排水。比较排水的话，会有比较不良的一个情形，导致容易有些沿海局部积淹水的现象。另外，因为风太过直直在落雨，气象署提醒讲，山区的土壤因为干雨水，有可能会有土石放落来，所以嘛建议民众避免伫咧即几日去到山区，避免发生危险。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风台来的时阵呢，这高铁有3班车受到风雨影响，加在这航空中心有赶紧来修复，也出现上晚收班的记录。这高铁公司也公开航空中心控制员的工作内容，对了爱分3班来轮班，24点钟监控车站、列车基地等各种营运资讯，而且也拢爱随处理。确认苗栗地区雨量计31动1作动3级。大雨可见竟是影响起航空中心控制员采取安全措施，受影响区间限速通过。设定临时速度限制拐动与轨道电路31动勾至31动5。区间内所列车照速限运行，这是高铁公司控制员伫目击教室，可看核达各种情景的真正可行，也是航空中心的日常。透过全景看板控制员清楚看见偌济列车伫影响范围内，甲保证核列车车站各种状况甲数据。伫车站风台登陆前后，航空中心为暗时11点开始检测家己到台南路段出现跳电的情形，初期要送电拢成功，暗过伫23点48分搁跳电。行控中心的电力控制员尝试多次的投电，那后续也进行了现场的人员的一个紧急抢修，那终于在12点48分的时候，顺利的将我们的电供上，也将旅客送达到车站，同时也创下了高铁营运有史以来最晚收班的记录。日暝监控营运状况，照强风大水雨各经顶级用无共款的限速措施，来调度监控，尤其风台期间，第3级强风各经为例，那阵风速每秒30公尺以上，相当11级以上风速，都海用45公里以下时速。铁道控制员出个2个半月待赶久，就从不了久就拄到风台挑战。周6的话，那时候是雨比较大，那我负责的是南区的部分，那时候有做出速限的设定。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它是手眼协调的测验，那考验受试者的反应能力及多工处理状况的能力。要有专业知识甲应变能力，控制员要通过3阶段检测，包含勘核性检查、信号侦测的检查等。另外，伫夜间维修时间也是做管控维修作业，用线过程超过6个月，而且确保应整合专线一间平均甲夜间的维修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公路局进前公布，这汽车11纸的使用指引，建议这挡风玻璃呢，通光率爱70%以上，窗仔也要爱40%以上。明年开始，新领车牌的这车呢，就要列管。不过，就民间团体提出质疑，无共品牌车这玻璃通光率无共款，那准搁再打这11纸去检验，恐惊有真侪争议。使用甲假的纸用车窗仔机，好咧甲打入去哩。这只日本车用仪器检测。出厂迄阵，头前玻璃有79%的透光率，那后壁汤比头前汤较暗，若搁打假的纸会搁较暗。欧系车跟日系车，他们的玻璃照出来的深浅度就原本都不一样。那你说如果用80%的玻璃贴70%的隔热纸，那其实测出来是60度而已。那60度其实还是以法规要70，其实是做不了。业者讲，每一只原厂玻璃的透光率拢无同，就算未来对假的纸做统一的规范。打起了嘛有个别的差异，行民甲路权团体攻击讲，交通部敢若针对假的纸高项的透光率的规范，拢无要求实际的透光率，嘛无要管理旧车，这是真严重的问题。有的车需要贴，有的车不需要贴，旧车不纳管，只管新车，造成我们道路环境下面的1国2制。为什么要去做整体的透光度？因为目前以公路局他们所找的资料，只有德国再去做隔热纸的单品的检验，规范整体的透光率，才可以去保障说，你这个树脂的规范是有统一的。行路有民行人路权促进会嘛讲，根据韩国的研究，总透光率上低的车窗，驾驶人伫暗时赛车。目睭反应就敢若啉酒赛车同款，呼吁交通部爱甲错误的政策修正来，用契约标准来量测，嘛要提出具体的旧车管理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
这2天啊，落大雨，中华真侪所在伫咧做大水，这田果子园拢淹水去啊！这福兴乡呢，就一大四界个的果子园当咧大出，农民是看到这个心血拢乌有去，有影真无奈，伊就趁这冷雨棚的时阵呢，赶紧去采收，挽偌济算偌济。四结果的树丛全拢浸伫水底，原本应该是金骨的表面，嘛因为浸着水烂筋，所以变了了。这2日因为对流分溪发展真旺，中华地区落乡雨，袂少农田果园全拢做大水。福兴乡这搭四结果果园当着时，就惊损失扩大，农民让雨棚赶紧来采收。树啊，个青青，但是一般来讲都是延迟性的伤害，所以可能是1个礼拜你就会看到很多植株的陆续死亡，死亡上面的果实就没有收成的价值了，所以现在就趁现在赶快能多收一点就多收一点啦。农民表示，原本2分半的地尚无会当收5大斤的四结果，采收期拄开始就落大水雨，还佫有8成的四结果拢还未收成，即阵会当挽偌济算偌济。除了果园淹水，附近规片的田嘛拢做大水。这届强降雨来得太快了，我们这边的水稻啊，有的都还来不及割。你看现在我们的水稻几乎稻穗有的已经进到水中。就是请公所动员那个村里干事，除了主动查报，就是说农民这边他们如果有灾害有灾损，自己要先拍照。官府表示，大水后的农业灾损有延迟性，呼吁农民雨若停，一定爱全面巡视田园。若发现有淹水灾害，一定爱先翕相记录，随后才通向中央申请灾损救助。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讲到台南这届灾情严重，今仔日也有12个行政区停班停课，沿海地区有关有4万外户电也未来，其中有65年历史的台南后壁青寮圣七味家天主堂，本地这内部征收特别员工啊，风台雪来了乱，这主建筑的厝顶也互强风吹甲歹去，建筑物是受损真严重。柴板阿鲁米拼甲规世界，这拢是予台南市强阵风扫落来。伫台南后壁有65当历史的青寮圣喜味家天主堂，嘛算断去。这是由德国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波姆设计，本家内部修缮工程已经要收尾。这回风势实在透界惊人，甲主建筑的厝顶拢渗落来。我一看照片，我真的心情有一点不好，就是。可是后来我就觉得，反正要积极的面对吧。有专业人会说，这个是特别这个金字塔非常非常坚固的，因为是德国人来设计的。不知道这个 structure 这个还在。可是在外面的都完全的。青寮天主堂是波姆头件海外建筑作品，金字塔形的外观，点乡村残垣是在地热门的观光景点。目前因先赶紧进行教堂内外的防护工课，无惊继续落雨内边的积水。另外，台南有有4万瓦户停电，打第5天，在地人有的是困车的过日，有的因为电火条甲树啊倒去，厝的出入口拢冻咧。车闸台南阁上大雨，为邻家是厝顶海去，因希望通有补棚的资源入来。若要煮一个饭，点电火啊，点迄个手电筒，连带家顶困4暝啊，要安怎阁动？嘿啊，尽量嘛是希望讲电看会当较早来买。伊若爱清一条路，互阮过嘛，哦对无？哎呀，阮若无来处理，阮袂过，阮山边啊，阮的大门都在伫头前。拜托大家圣心大德来提供帆布给各区公所。这阵停电拢伫溪北地区顶13个沿海地区，根据统计，全市有超过600支电火条断去。目前内地嘛已经派家人台北桃园顶上千个人工来遮斗抢救，市府嘛讲会尽全力恢复家园。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南市风台对家己电力造成损害，即家己布地升温，着民众因家的厝顶呢，互风扇甲歹去，若是3楼变2楼，雨水也直接泼入来。居民上希望的就是关电有电以外呢，也希望政府的相关单位来甲因斗相共。原本是3楼的厝，互风台扇甲变2楼，厝主想要请人处理，无电阁找无工，只会当看到家己的3楼甲厝顶落伫咧巷仔口。当地里长就讲，除了有规层害去的厝以外，因遮阁有正饱和的厝顶，都互风吹甲歹去。受伤多咧喏，三楼变2楼，对啊，需要支援啊，看政府有法度紧甲阮处理无？甲阮支援的啦。啊，阮这吼，阮即阵真正逐个咧真艰苦啦。阮先生都来遮咧困，尾啊风
听到风足大声，伊走去到转台遐，就规个拆去啊。社区外口拢是要拼条的家具，一楼室内涂骹抑阁澹澹。社区的民众表示，厝顶无气了后，若是拄着落雨，雨水就会顶面一直渗入来，无电嘛无法度抽水，只会当家己来耗水，真侪家具电器嘛安尼来害去。这里下雨是不是那个地呀、裂开啊，下面都漏水下去啊，整个船都湿掉了。刚才要抬出去外面放。不水啊，不规暝。阮小姐啊，今仔半工吼请假倒来，咱2工水较漏掉。台电表示，初到暗时10点的时阵，布袋新闻发电所恢复供电。目前家己关还有23000户停电，会赶紧来修理复电。社会局嘛讲，而且各通电公所来清查民众主体因为风台受损的状况，协助民众申请相关的救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花莲岛溪乡山区呢，有一只台湾乌熊已经共走去鸡寮内面偷食鸡骨肉解，而且放掠着2解，送去野湾动物病院。这只乌熊经过训练了后，林保署昨搁再甲野放。拍开门，已经关伫野湾动物病院3个月过阿里曼死啃，赶紧行向山内。伊得到自由，阿妈滚挂 GPS 暗库，好亲像也咧熟悉环境。阿里曼西肯它其实是一只很年轻的公熊，那分署呢在经过这几次专家的意见之后咨询，然后还是会建议说再让它放回野外，然后对森林的族群有一个贡献。阿里曼西肯去年10月开始塑胶鸡舍，今年3月是食400多只鸡仔，好鸡笼是真头疼。2摆比了了后，拢送到野湾动物病院暂时安置，进行虎兵制药训练。林保署强调，野防进前有甲部落居民沟通。第一个，我们会挂味精菌缺盲，然后会给它做电子围篱，然后再靠近电子围篱，我们就会出动去驱赶了，不会让你们知道说好像我们有那个有熊来，不会哦。不管是捕捉或者是驱赶，一定做到底哈。林保署强调，这摆有伫市议场就会设办 AI 辨识有经系统甲电子会议。那阿里曼西肯晚间就会发出警报，按个部落居民也是希望因知影乌熊的行踪。熊的位置最起码报给村长，差不多在哪里？不要说不要往里靠近了，很近了才给我们讲。我了解这个，但是万一他真的下山，对我们在山上工作的，真的是我们很怕呢。经过协调，林保署花莲分署会甲部落成立群组，平均3到5日就会通报村长乌熊的位置。佮承诺阿里曼西肯若佮亲鸟，会马上掠起来，袂佮野放。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文化奖是国家层级上上届悬的文化领域终身成就奖，针对有重要贡献的这艺文人士呢，透过这个奖来表扬。今仔日是颁奖典礼，今年的得奖者有3位，包括着这农民文学作家吴成、歌戏国宝杨丽花，还有客家建筑师鲍明光。行政院长杜英泰也感谢因启发大众对土地和文化了解。阮全心全意会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全心全意爱你这首歌，作词者就是农民文学作家吴成。伊的文学关怀农民土地，嘛用笔对社会议题提出批判。对伊来讲，无土地就无文学。伊正像我好生态，嘛关心社会运动。今年吴成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伫颁奖之天，伊上挂心的要是守护台湾。爱乡爱土的精神，一直拢伫需要的时阵，伫关键的时刻，一定拢会爆发出来。咱互咱台湾，做咱台湾的母亲，会当过来更较好。另外一位行政院文化奖得奖者，就是台湾歌戏传奇国宝杨丽花。1970至80年代，食崩配电视歌戏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杨丽花和歌戏对庙埕来台行入台湾人客厅的电视，嘛影响20世纪歌戏的影视美学。伊嘛导致教育传承结合创作，继续把歌戏杀到国际舞台。杨丽花表示，伊上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推出电视歌戏。足感恩的，我个人最大的希望，歌戏会用搁在电视。再来继续保存。
各有一位调整者是传统客家建筑师傅鲍明光，一家子以来重心古迹的维修甲文字保存。鲍明光表示，说来要成立传统唱师工会，培养少年辈，和传统建筑的工艺技术传承落去。只有改善工程环境，才能够让传统建筑技术传承下去。接下来的日子，只要我的身体健康，我还是会带着徒弟们一起来工作。今年3位调整者伫文学、文化甲艺术拢有真重要的贡献。行政院长杜英台嘛感谢因用一生的时间来启发大众对土地和文化了解。记者刘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讲到这 AI 逐项的，即马阁会晓开刀。这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 AI 手术机器人，看影片学安怎开刀。成功伫咧底下尸体完成8届切大的微创手术，就算还未进入到活体或者是临床阶段，不过拢互当作是这是一项真重要进展。医师利用达文西机器人进行微创外科手术已经无期限。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手术机器人更加进一步搭配 AI， 透过观察医师进行外科手术的影片，就会当自主学习。伫30只底下尸体进行训练了后，已经会当独立完成来微创大的切除手术。伫底下尸体8届切齿拢成功。We have experts performing the surgery and recording the video and also recording how the robot moves. And so then our framework learns, given a certain frame, given a certain thing that the robot sees, what is the right action to perform. 研究团队指出，这种学习方式更加亲像人类实习医师的学习模式，更加会当应对复杂的情景。像讲，当研究人员故意把手术工具放唔到位的时阵 ，AI 会当家己侦测佮修正。为着模拟真实流血场景，佮伫胆内底加红色色素，结果 AI 也是会当精准辨认目标，佮加切除，展现正稳定的行动力。虽然这套系统还未进入活体，也是临床的测试阶段，已经展开一寡可能性。包括应用伫更加侪手术的类型。Our goal is not to replace surgeons. What we are aiming for is more like autonomous driving, where you have some, autonomous functions like a brake assist, a park assist,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surgeons. 最近伫瑞士一场 AI 峰会，各种 AI 机器人的新发展组织做伙，有的会晓踢骹球，有的提供感情陪伴，有的是喙正手咬辩论，阁有敢若踢球共款正软的机器手骨，空中计程车，充满各种的实用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机器人学教授高伯格指出，社会对 AI， 特别是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有淡薄仔过度期待，也需要更加侪发展时间。AI 应用持续扩大 ，AI 晶片头人回答利多不断，最高估计更加创新历史高点。期待伫盘中有看到4条美金大关，市面也真看好。公司新闻是为中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4度到3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3度到30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0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0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